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最近伫咧桃园甲南投部分所在，拢连续有发生失电的状况。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嘛讲要亲自负责，行政院长陈建仁是特别敲电话讲要甲留。台电工会嘛发出声明，讲对这个长官真唔甘，会全力支持甲总经理留掉咧。桃园看起来甲以前同款正常运作，不过同个讲起19暗时跳电也是忍不了怨叹。就是说他做报告做4小时，然后不见，对啊，还蛮惨的。学生讲19暗时无预警跳电几啊摆，那写报告真做问题，也阁未少人爱伫黑暗当中回去宿舍。学校会同台电对查，确认是自用设备复备器异常，修好了后也正常供电。经校方有通知，他们的厂商有来协助处理。那在1点40分的时候，也都处理完成。那一直观察到今天凌晨3点，所有的电全部的恢复了。虽然即摆出现问题无伫台电，不过15台电发生机组跳电，电力紧张，早到开始连续3天，桃园有真侪件停电的事故。人口较密的大园、中立、孤山、白镇影响户数未少。台北东区19也捌跳电，因为一直传出停电的事故。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就提出细节。总经理可能是有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会再了解。因为王总他自己的心路应该是还是由他来说明，我们只知道说，大概有这个消息出来。王耀庭透过发文，讲到民众对台电议论加对同事打击感觉唔甘，对造成社会纷扰也感觉失礼，决定省时。经济部表示，肯定台电的危机处理反应调度，也唔甘台电限制政治攻防的全力维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昨查到中国军机来17抓飞过海峡中线。那针对台海冲突，美军印太司令是表示，中国的兵员上少，不过台湾军方人少嘛欠资源，竟会当参考以色列因的动员方式，一天之内就当随调动36万人。中国继续对台军事恐吓，既然大规模出现在台海，国防部20发布为早起8点开始，抓到中国歼16运8架无人机等国营主副战机21架次，其中17架次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的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警戒，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与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中国加强建军备战相关台海冲突的可能。面对中国军力强少，台湾有民防部队人力无够记录。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提出建议，台湾应该以色列共款面对恐攻采取的动员令。So Israel receives a horrible, just unforgivable terrorism act that slaughtered 1,200 of their citizens, and the next day, 360,000 Israelis mobilized in one day. 伊表示，中国继续消毒，有助缓解局势，传统分界线，研发第5代战机，飞弹卫星各界军舰，加大威胁力头。美方继续支持台湾，或者分析美国过去提供防卫性武器，到这几年被海马斯、德国火箭等核导性武器改变对台湾军事态度。如果美国现在的战略想法是往这个方面走，因此我会认为说，从防御到反侵略，从防御到嚇阻，是目前的军售，就是让台湾拥有这个武器的一个趋势。另外，G7文化场会期结束，会后联合声明，佮一摆表示，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佮繁荣是真重要。外交部回应，显示台海安全佮全球安全是真密切。记者综合报道。准总统赖清德搁过1个月就要就任，中国是大声宣布启用 M503内底122甲123的航线，又搁公告要针对台湾进口的 PC 塑胶材料扣档税。学者是表示，伫咧520赖清德就任之前，中国搁可能继续塞手段。中国商务部19宣布，认定原产伫台湾的聚碳酸酯 PC 存在倾销事实，20开始征收上悬22.4%反倾销税，为期5年。聚碳酸酯主要用伫电子电器、汽车、光学包装、医疗器械这领域，也是恶化的早收清单项目。
根据公告，受影响业者有台华加出光石化9%，奇美实业12.2%，基林科技12.2%，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2.4%。补助业者来聘请律师，有争取到中判裁定比较低的税率。今年开始，我们会跟业者透过业结盟的方式，带他们去拓展一些新的市场，印度、东协甚至非洲。台华董事长洪福元讲 ，PC 使用中国无存在反倾销行为。基美指出 ，PC 塑料加上附加税难免有影响，希望甲中方继续来协商。也来行政院是呼吁中方莫用政治操作来影响正常贸易关系。不过中方19生产部启用 M503 收集航线，伊阁公告反倾销税。520准总统赖清德阁1个月就要就职啦，一天连续出2招。学者分析，无排除中方要更加做施加压力的动作。他可以用放谣言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某些邦交国其他产品，他也可以说要启动新的调查，可以用的手段，那么可收可放，间接对未来的赖政府施压。学者认为，中方最近积极邀请台湾人士访问中国，甲受就赖政府对着施加压力了后反应甲说法有关系，对着伊阁做出判断有帮助。未来政府对着中方政治性的出招，有关必须小心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报纸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去予美国列做贸易恶名大的中国企业国科微电子，涉嫌伫台湾开子公司污染的高科技人才，甲研究成果报转去中国，成立地院依法起诉子公司负责人等4人。再是《联合报》，农业部林保署花莲分署伫咧花莲地动了后，发现秀林乡木龟溪水头部分有崩起，有一个5.6公顷遐宽的积水湖。初步评估未对水尾东门永秋部落造成危险，已经设应变小组，会赶紧来解决。过来是《中国时报》，2023年为着要连续休假，有6天都要补上班，颠倒是引起民怨。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民事总处参考英国制度，甲国定假日排伫咧拜5也是拜1，何必做连休3天？民事总处嘛表示，详细会搁再讨论。继续来看高雄左营高铁站，定定拢有车辆咧违规停伫咧外环道，造成塞车的状况。也民众是咧怨讲附近的停车位受过少啊，真恶停车。不过嘛有人建议应该参考高铁台南站科技执法，加强来处理。那假日尖峰时间，高铁左营站常常一路塞车到引渡口，有人伫面车怨恨塞车主显示2边红线违规停车，也质疑这人为啥无利用边啊半点钟免钱的停车场。今天是因为里面根本进不去，塞住了，车位很有限嘛，像现在我们绕了2圈，里面都满了，也没办法停。我是觉得是比较有用的，你要申诉就你自己在申诉啊。伫现场明显所在有禁止临时停车标志，也是未少车违停，一直到警方到场才驶走。不过也违规驾驶法冤枉，讲停车场尖峰时间拢无非这违停。于连续假期及交通尖峰时段，亦有派员执行交通疏导及加强违停取缔。今年截至4月20日止，已开出90张罚单。警方强调，禁止临时停车所在停车上单罚10字，不过106年到即马罚超过4000张罚单，也是无法度改善。有人建议，有台南高铁站用科技执法来处理红线违停、临停区超时，无得较应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巴基斯坦4月雨量是比往年加买1倍，已经造成98人死亡，89个人受伤。另外，伫咧阿拉伯半岛，包括杜拜嘛，拢咧落大雨，外界都咧质疑讲是人工吹雨的不当，才会造成这届灾厄。大雨落正久，规条路拢变做溪，有车冒险要驶过。有一寡所在路，雨大水冲甲拢看袂到啊！民众只行双脚行过山坡。这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落了10天的大雨，路未通，也无电通用。रखा हूँ कि के गवर्नमेंट से भी और मरकजी गवर्नमेंट से जो अभी तक जो है यहाँ पर जो डिजास्टर हुआ है लोगों को。根据政府当局统计，这场要甲几60年来上严重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巴基斯坦有98个人因为做大水或者是雨雷公卡死，也有89个人受伤，而且雨可能会落到4月30。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4月降雨量比往年加90%。जी फुल टूटा है बारिश से फुल टूटा है बहुत बड़ा बारिश हुआ है पहले तो सारा बारिश नहीं हुआ है इधर。同一个风暴系统也袭击阿拉伯半岛地区，杜拜饮水饮甲一个囡仔只悬，一只猫浸伫个水底，双脚甲车门板掉下，有一个警察甲救起来。Okay, let's go. 杜拜机场是全世界上无闲的机场之一，受到这场75年来破纪录的大雨影响，这几天上千个航班大乱，虽然已经尽力疏解，不过也是真侪旅客掉伫咧机场等坐飞机。This has been totally unprecedente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And of course, it's had major disruption. It halted operations at the airport for significant periods of time. 这边的大雨也予人诱讲。是官方积极做人工降雨，才会造成这边做大水。不过专家讲，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极端气候风暴系统，这是主要原因。敢若是靠着人工降雨，是未造成这么惨重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伊朗的第3段城核子研究的重要所在，伊斯法罕拜五是传出爆炸，以色列官员已经承认，就是因所发动的报复攻击，因为惊个造成冲突，各界到当时拢也噤声。伊拉克一个亲伊朗的武装团体军事基地，昨嘛搁再发生爆炸，美国甲以色列是拢讲甲因是无关系。伊拉克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力量所驻扎的卡索军事基地20发生连续爆炸，造成设备损失，甲至少1人死亡，8人受伤。伫中东局势清源的时阵，真受到外界关心。不过，美国甲以色列拢否认开设失败攻击，整个事件正也伫调查中。伊朗民众19日上起行上首都德黑兰街路，抗议中部核子研究的重要城市伊斯法罕19遭受攻击。以色列官员早前已经对美国媒体证实，发动这场报复行动，发射3粒飞弹，摧毁一个雷达站，照出来展现以色列方面有能力来打击伊朗境内重要目标。شنیده شد انفجار نبود شلیک سامانه‌های قدرتمند پدافند هوایی به شیء مشکوکی بود که由以色列方面攻击规模有限，伊朗的反应也真平淡，表示是渗透者所做，讲抛落来无人机，敢若像佚佗物共款，并无点名以色列，也无搁再推出反制计划。加上第一时间，美国、伊朗甲以色列3方面拢点无表示，充分展现出卡着就停止，防止这情势继续升悬的态度。The Secretary General reiterated that it is high time to stop the dangerous cycle of retali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ppeal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work together. 国际外交行动也一直进行，拄则罗姆7大工业国外长会议也强调，会努力来防止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失去控制，并且寻求早日来结束加沙战争。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转来看国内嘉义市昨是发生一件死亡车祸，骑机车的敢若是为着要超车，所以去客着骑脚踏车的跋倒去，互对伫后壁的一台游览车告死。警方表示，游览车的司机并无食酒，详细原因嘛搁爱调查。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骑U-Bike伫慢车道，后边这机车骑士要超过去，过程当中压着倒伫涂骹。啊，毋过这时阵后边一台游览车驶过来，到过倒伫涂骹的机车骑士。后壁咱的这个台啊，伊也弄着咱啦，啊，毋较占一步人。哦，差一步啦。差一步，歹运着。迄台车也驶遐紧来就袂啊。现场的人赶紧报警，救护车到场了后，评估骑机车的人已经明显死亡，骑脚踏车的人正手切伤送医，无生命危险。20早起7点外做帮务工作的姓谭的查某人上班的中途，骑机车沿嘉义市林清西路，好亲像要超过头前骑脚踏车的姓李的查某人，煞压着倒伫涂骹，互后边游览车当场告死。另外，王姓游览车驾驶跟那个李姓的脚踏车骑士经检测均没有酒驾的情形。有关相关的肇事原因，目前由本局交通队厘清当中。警方则规定对游览车姓王的驾驶酒测初步排除酒后驶车，啊，毋过姓王的驾驶牵涉业务过失致死罪，依法上班。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还阁后续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食安的问题是一直在飙。台北树林儿童新乐园美食街嘛传出讲有业者饭煮无透，菜内底有虫，碗底洗无清气的状况。台北这军是要求限期改善，若无就要解除客局。拜六假日，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台北市儿童新乐园去佚佗，巴肚枵就去美食街食物件。不过，其实团是部分店头环境卫生有问题，引发家长的烦恼。也是会担心啦，就是有时候他们可能在后台里面做的什么样，到底是怎么样料理这些食物的？毕竟小朋友吃的东西，对，如果说有什么状况的话，其实家长还会蛮关心的。台北市议员林延芳进前接到民众陈情，发现美食街野面食堂青菜乌气，四海有灵的水饺无熟，也有消毒味。花莲变色的变色有虫，二品院的碗底无清气，才缺失。林延芳批评负责营运管理的台北集运公司，5年来对美食街卫生缺失，敢若罚400，搁3000块，无想到这个宝林地色中毒案这个案例教训。儿童新乐园是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游玩，必须要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品质，吃也要吃得安心。所以蒋万安，请你拿出你的魄力，立即改善。我们全面清查，我们不会针对单一个这个业者，包括我们俄乐里面，我们会全面做清查。北捷讲已经要求厂商在5月15进前限期来改善，同时也检讨自主管理的制度。若发现重大违规情节，无排除要求业者停业。另外，对着有民众反映，美丽新雅城的物件敢若无熟，台北市卫生局强调，16已经完成稽查，发现多项卫生缺失，已经下令业者23进前改善完成，到时阵的无定期也被通知会去复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东京奥运阿嬷金牌李智凯，今年世界杯第4站，嘛是最后一站的渡下站，摕到银牌。不过可惜，也是无摕到巴黎奥运的资格。过来5届亚锦赛，就一定爱摕到金牌，若无就爱拼上困难的奥运挂价名额，才有通去比赛。展出招牌塔马斯回旋，难度提悬到6.6。李智凯伫世界杯渡下站完美表现，不过全部选手比完15.400分银牌。早摕到奥运门票的约旦选手阿尔索15.500金牌，最后对手哈萨克的库巴诺夫15.133分铜牌。世界杯奥运资格赛4站比完，选上后3站积分加总，李智凯无缘抢到门票。一看到分数，你就会觉得很压抑。他的剧本也大概都写好在那边，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他选手并也没有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分数可以叠那么高，两个国家他们是有默契在做这一件事情。难度提悬分数煞较有赛共款，哈萨克选手罗马严重失误，也有15.133分。林玉成讲，在判决选手拢是中东国家的人，有技术上的操作。李智凯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佮并别表示，真明显是要做歹，艰苦是一定的，毋过个人安怎咧？很可惜啦，他已经尽力了啦，不知道会有这种结果啦。无法度提早得到巴黎奥运门票，李智凯爱自主摕到门票，即剩5届亚锦赛摕金牌，争取个人全能参赛资格。若无法度主观，可能期待外卡摕到。在短期之内要恢复到全能，就看他的意志力跟他的拼劲，那回去还要再沟通。林玉成讲，也是努力去完成梦想，不过离亚锦无甲3礼拜，全年过比6个项目，自身上的李智凯是不是应负担？意愿是安怎，目前也阁唔知。李智凯会继续落去，或者是就安尼流露遗憾，就等师徒去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性别平等教育法到今年已经20周年，教育政策对原本干那查甫甲查某的两性教育，走向多元价值的性别平等教育。教育部今年嘛特别办展览活动，望继续加深性平教育。壁顶头有8个日历，日期拢是民国89年4月20。即天国三学生叶英志因为性别气质无同，互人霸凌，倒伫咧便所会内底离开人世。每年当我们在做这个日子的教学的时候，其实，只要有新闻露出，我想就会激发他的伤心往事。20多年来，叶妈妈为着性别平等继续来打拼。伫咧性别平等教育法20年的特别展览，有一段录音是伊的鼓励。不管你们碰到什么挫折，不管什么
你们不要中途跳车呢。也英治代志4年了后，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到即马20年。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实体空间甲无形的价值拢有改变。特别希望提醒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认识差异、了解差异以及尊重差异的这样方式能够让台湾的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能够不断的再提升。来看展览的立委陈佩如指出，也英治的悲剧敢若即马未发生，也毋过真侪讲话的技师也是有当阵阁是老师甲大人咧带头。要安怎深化甲实践性平教育？陈佩如甲学者拢认为，也是爱为教学来做，教育部爱协助无同世代的老师，知影安怎甲提升因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配合台湾2024年世界竹仔论坛，林业署连续2天是伫新竹市的将军村，以竹仔做主题办市啊，现场各种的竹仔艺术品，要安排乐器表演，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用竹仔乐器演奏出好听的音乐。各用竹仔制作的宽朴餐具、器皿以及各种的艺术品。连泡咖啡的工具嘛有。我们现在用台湾的贵族然后把这个咖啡的滤杯融入生活化的应用，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编织的这个部分，它可以呈现编织的美感。另外一边是让民众利用竹仔 DIY 做出适当使用的生活用品，感觉真趣味。就参加手作的感觉，然后手机架看起来的模型漂漂亮亮的。林业署指出，竹仔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资源。那竹仔有真侪用途，而且生长速度紧，又可会当循环再生，是一种上自然的环保材料。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大家对竹仔的好更加了解。竹的运用非常的多元，以桃竹苗地区来说，它是以桂竹这个竹种为主。那桂竹呢，除了传统用在器物上，那在农用上也非常的多元运用哦。虽然说现在的铁制的水泥做的这个物件是非常的方便，但是竹因为它轻巧，而且它可再生回收，所以还是农用的竹材上是非常具有潜力的。礼拜连续2天的竹仔活动，在新竹市将军村举办，邀请大家做伙来踅市听音乐，感受台湾的竹仔文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语好戏是一出接过一出，光是台语大家花式的全新制作火车来去，拜六伫台南华来影视基地举办开行仪式。这是一出咧讲1982年苏东市台湾一个小镇内底人生悲喜、酸咸苦涩时代故事。众人做伙迎香拜拜，祈求拍片的过程会当一切顺利。公共电视台甲华视做伙联合制作的新戏剧《火车来去》，20钟头举办开行仪式。2、1，请长官掀开红布，火车来去开进大吉，典礼顺利圆满。去年牛车来去用1940年代电动一家伙仔的故事，伫金钟奖得到好成绩。导演李亚峰推出来去系列第2出的火车来去，要向大家讲一个1980年代发生伫一个小镇的故事。较早出外来拍片，要回去故乡，拢伫即个火车头，有一个安尼个悲喜的演出就对啦。所以我是用即款较慢的迄个步调来伫演出过去的。旧社会迄股人情味。这届演出的演员，除了有一寡顶一出牛车来去的演员之外，嘛阁有加入新的演员。因表示用台语演戏是一个挑战，会拍拼讲好台语。因为这是我第一部，就是全部都是要讲台语的戏，然后我台语其实没有很好，但是呢，我刚刚遇到石之田之后，我才发现哦，好险，有人帮我垫底了。我跟导演是20年前合作的家，所以20年后再演。然后那个时候我讲的是国语哦，然后我不会讲台语，也不会听，所以导演这次就问梁家荣，你敢会晓讲台语？我说今晚会晓听，会晓讲。导演表示，2月的时阵都已经来到台南华南影视基地大布景，这个环境真舒适，希望会当拍出精彩的作品，让观众看好戏。记者林慧婷台南报道。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3度。
中部地区22度到35度，南部地区22度到35度，东部地区23度到33度，高岛地区21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植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